咁咧，我哋都知道今日我哋嘅主辦機構咧係有兩個嘅，係加拿大文化娛樂協會啦，同埋士嘉堡嘉華總會嘅。咁我哋咧而家咧就要請我哋嘅會長出嚟致辭咯喎，佢就係咧我哋多倫多嘅梅艷芳 Melody 會長啦，我哋用掌聲歡迎。我哋有請多倫多梅艷芳主持呢個支持，咪喺呢度。阿靚女士，你咁樣講咧，人哋好混淆。呢個時間我個身份係會長，等一陣唱歌嗰陣時先至叫多倫多梅艷芳，OK？記住嚇。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晚上好。未眼瞓嘅，我知道你哋唔好意思啊，今日俾嗰個球賽西班牙打來打去，打到最後先打一粒，佢就搞咗我哋1粒鐘多咗啊！唔緊要啦，今晚玩天光我哋好嘛啊！夜咗嘅話再肚餓咧，我請你哋大家宵夜啊，唔係問題㗎，係 OK， 只要你唔走。今日咧就係首先係我哋文化娛樂協會 Canadian Culture and Entertainment Association 開展活動嘅2週年慶祝。呢個會喺2019年由我本人創辦嘅。我嘅初心咧係要將一班熱愛文化藝術嘅朋友們凝聚喺一齊，共同推動本地嘅文化娛樂事業，並且同時將文藝愛好者們組織起嚟，為一班追夢者建立一個平台，讓大家有機會繼續喺舞台發光發亮。我哋展開呢個活動以嚟咧，成績有目共睹，得到咗大家嘅支持同埋好評。更慶幸嘅係咧，將喺呢個10月份，我爭取到我哋個會咧，有我哋舉辦一場全球性2026第2屆越唱越強粵語歌唱大賽。呢個大賽嘅宗旨咧係推廣、傳承同埋傳播粵語文化精髓，發掘同埋培養有潛力嘅粵語成手，並且為歌迷提供一個欣賞同埋支持粵語音樂人嘅平台。點解我聽到下邊好大聲講嘢，仲大聲過我嘅？唔好意思嚇，細聲少少，唔該。一陣間我唱歌嗰陣時，你可以大聲叫。而家唔好叫住，而家叫我驚。講到邊度咧？咁咧就反正就係並且為歌迷提供一個欣賞同埋支持粵語音樂人嘅平台啦。比賽嘅規則咧係零門檻。咩叫零門檻啊？0到18歲，只要你識唱廣東話嘅歌，都歡迎你嚟參加，亦都有資格。無論年齡嚇，無論你係專業定係業餘，只要你係唱粵語歌嘅愛好者，都有資格嚟參加。同時亦都開啟一段粵語歌壇復興之路。所以咧，我喺度呼籲大家積極咁參加多倫多首辦嘅呢場賽事咁咧就首先呢個賽事咧係由我呢個文化娛樂協會喺多倫多係首創嘅，亦都係全球性嘅。咁我會擔任呢個總評判。如果在座邊位嚟參加嘅話咧，我會打高2分俾你哋。人人有獎，永不落空，好唔好？咁首先向大家透露一下呢個獎品獎金獎品非常豐富。頭獎獎金獎品有700蚊，二獎獎金獎品 cash 有550蚊，三獎獎金同獎品有450蚊，跟住就有7個優秀獎都會有獎品嘅。我將會推薦10名優勝者翻去中國廣州進行呢一個終極性嘅比賽，精英比賽嚇。當然有啲朋友話我唔一定翻廣州得，只要你攞到獎之後嘅話，你可以唔翻去。
你個獎就留低嘅，個名額就俾人哋嘅。OK， 可以嚇，知唔知啊？我哋好靈活嘅。好啦，咁仲有咧，我評判嗰度咧，仲有我哋阿嘟嘟杜老師，好多人識佢噶啦。仲有我哋嘅理事長阿紅姐，咁另外咧到時仲會有好多專業嘅老師作為評判我哋邀請喺度埋個關子先，到時先再宣佈。咁呢個賽事咧就喺10月4號開始，10月4號開始係初賽同埋初賽就係4號開始嚇。咁至於呢個半決賽同埋呢個總決賽，到時稍後會公布。OK， 咁跟住落嚟咧就呢個士嘉堡嘉華總會 Scarborough Chinese Canadian Association 呢個創會至今咧係10週年啦。係由已故嘅多倫多市議員 Cynthia Lai 豐乃貴嫻女士喺2016年所創立嘅，而呢個係喺2019年，我好榮幸咁佢將我推薦成為新一屆嘅會長接班人，一直到而家。簡單介紹一下咧，我哋呢個會嘅輝煌歷史嚇。現任嘅安省省長杜加福特曾經都係我哋創會時嘅理事顧問，真事嚟嘅 OK。創會會長咧就係 Cynthia Lai， 係多倫多市議員。現任會長 Melody。係多倫多梅艷芳，好嘢，犀利嘅，可以講係前無古人後仲未有來者嚇，呢個架構咁咧喺度，我希望我所領導嘅呢兩個會咧越嚟越好，更上一層樓。藉住今晚兩會嘅慶典盛事，為大家打造一台精彩嘅歌舞晚會，有各位歌唱精英為大家展現美妙嘅歌喉，希望你哋盡情享受。多謝各位 ，Thank you。咁呢個時間咧交俾